琴日睇完全運會開幕式，今日同你解讀下裏邊嘅廣東文化。嗱，第一個亮點咧就係運動員入場嗰陣啊，粵港澳三地運動員並排入場，呢個係之前從來都未試過嘅。嗱，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咧就係粵港澳三地聯合主辦全運會啊嘛。第二個原因就係粵港澳同飲一江水，本身就係一家人嚟㗎。但因為100幾年前外國列強入侵，搶走咗香港同埋澳門，而嚟到今時今日，我哋國富民強啊，冇人可以將我哋分開。喺開幕式嘅會場上邊啊，冚唪唥都係水嚟㗎。唱歌跳舞舞龍舞獅咧，啲演員喺水上跳下跳下，係咪好似嗰句童謠啊？落雨大，水浸街。嗱，粵港澳嘅街坊咧最熟悉㗎啦。不過呢度唔係想講啊落雨大啊，而係因為導演想將現場佈置成一片海洋啊。我哋知道粵港澳啊，江河湖海係好多嘅，所以從古至今呢，粵港澳嘅海上貿易、水路運輸係最發達嘅。嗱，譬如話將潮州嘅茶葉通過船運嚟深圳啦，將湛江嘅海鮮運嚟廣州嘅黃沙市場，又將中國嘅陶瓷、茶葉、絲綢從廣州運到全世界。所以水路通則財通，導演就係想話俾你知，呢個就係廣東人講嘅以水為財。跟住見到機器人喺度敲鑼啊，嗱，嗰個咧唔叫鑼，叫做青銅勾調，係從廣州南越王墓裏邊出土嘅2000年前嘅古代樂器，即係話你知嶺南文化超過2000年㗎啦。跟住就係醒獅、鷹歌舞同埋龍舟同台表演喎。嗱，醒獅咧誕生於清朝，其實佢最早係叫睡獅。咁點解改咗名叫醒獅呢？因為嗰時嘅清朝啊，成日俾外國侵略者蝦㗎嘛，所以咧廣東人就希望啊，清朝呢一頭沉睡中嘅睡獅可以蘇醒，於是就用咗睡嘅反義詞醒幫佢改名叫醒獅。咁啊，鷹歌舞咧係潮汕地區嘅，係傳自明朝嘅，係表現咗《水滸傳》108好漢嘅故事。咁啊，爬龍舟咧更加久遠啦，係2000年前啊，屈原投江之後，大家爬龍舟去救佢，你睇幾有文化。跟住廣東、香港、澳門三地嘅詠春傳人現場打木人樁啊！嗱，嗰一瞬間咧，我就見到啊，黃飛鴻、葉問同埋李小龍嘅武術精神代代相傳，生生不息。之後就係粵港澳三地嘅粵劇名伶唱粵曲、彩雲追月。嗱，我哋話流行曲呢，可能流行3-5年，但係彩雲追月、步步高、帝女花紅足100年，而家都仲有人中意。古惑仔組合唱嘅《海闊天空》夠晒有情懷啦。咁啊，華哥一首《中國人》出嚟之後呢，我成個人彈咗起身啊，跟住一齊唱啊，中華兒女嘅自豪感爆晒棚。嗱，最後呢，就係點火炬啊！你知唔知火炬改圈火呢？唔係真火嚟噶，你手擺喺上面咧都燒唔到你噶。佢係用水霧同埋光電科技結合嘅。你最中意邊個環節啊？